因为这样要停一起停，不要说啊他要过啊车子还要等他啊，就我觉得行人就用行人的专用的灯号，就让他们行人先走完。因为这样子带小朋友出去的时候过马路，我就不用太紧张，说等一下车子就要开过来，我就可以很安心的过马路，然后不用担心。那最近政府呢，在各个路口设置呢行人专用的石像这样的一个设置，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安全的措施主要是我们的孩子呢，从社区走到学校，都会经过这样的像中正路啊、永福路这样的大马路的路口。那有这样的一个行人专用石像呢，就算没有爸爸妈妈的陪伴，没有导护老师指挥交通，他们还是可以在非常安全的状态之下呢，非常安全的走在斑马线上，然后安安全全的走到学校来上学。虽然说看到网络上有蛮多人在批评行人庇护岛的设施，可是我觉得基本上只要正常开车的话，是不太会撞到那个行人庇护岛。会擦撞到的话，通常就是转弯习惯不太好的人，所以就是行人庇护岛的存在，我觉得就是提醒大家转弯的时候不要切西瓜，然后可以用比较安全的弧度。那我觉得这样对驾驶跟对对行人来说都算是比较安全的一个措施。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所谓行人专用石像，就是在路口的行人要记得看我们的行人专用的号志，就是我们俗称的小绿人。车看这个3色号志，那人就看小绿人。那我们会把这个所有的路口的这些号志的时间，特别区分出一个时段给行人来用。那这个时候4个方向的汽车都会停止，汽车、机车都会停止。其实行人专用号志这件事情，在台南市过去其实就有在采用只是可能没那么普遍。那我想在今年大家重视行人通行路权的这个情况之下，我们积极的来盘点。那市长也指示要以完成100个路口为目标。那我们首先在这个行人通行量比较大的地方，比如说医院或者是学校，或者是一些商圈市场附近，行人会来通行路口比较多的地方来优先设置。100处的完成只是一个里程碑。那今年开始，我也跟同仁讨论，我们未来会对于行人专用石像的设置，会陆陆续续就车流跟人流通行的这些特性，作为一个日常持续往前推动的工作。2024台南艺术博览会正式开幕，汇聚50家国内外展商，超过250位艺术家，在台南精英酒店展出1500多件作品。以平面为主，大部分都是油画跟亚克力，然后再来就是以雕塑类，还有一些水粉的画。那我们这一次想要展现是从中生代，然后一直到很多新锐艺术家。我们这次展出的其实比较偏向当代一点，然后比较抽象，那同时也有一些具象。每间画廊都呈现出多元的艺术作品，其中的亮点是和5位台南当地艺术收藏家合作所推出的藏家特展，里面总共有12件世界各地的一个艺术家的一个很精彩的一个画作，以及雕塑还有一些像比如说盐田千春的一个大型雕塑。每年艺博会也都和台南新艺奖合作，扶植青年艺术家，透过媒合画廊独立展间的形式，接轨艺术市场。非常多的跟在地的联系啊，然后有提醒我们有不同的创作跟展览的机会。我一直以来的创作脉络是比较有在挑战艺术的定义，或是观者他们观看一件艺术品的极限。今年适逢台南400，台南艺术博览会更强调深耕当地艺文连结，
在为期3天的展览当中，展现台南丰富的艺术氛围。那这次画廊协会所主导的这个台南艺术博览会，也特别有跟了很多我们在地的包括奇美博物馆的合作，还有包括我们一些店家跟这个旅游景线的一个合作，所以相信会带来更多的人潮。作为台湾开春第一档重要的艺术博览会，也预示着台湾整年度艺术创作的思潮与收藏风向。欢迎大家前往参观，探索台南的艺术。记者杨秀怀台的报道。1624年到2024年，拄好是近代历史上台湾甲荷兰相逢400年的特别里程。历伫天时地利人和之下，台北国际册展的主题国荷兰馆14号嘛正式宣到台南图书总馆来展出。就因为台南甲荷兰有真深的连结，不管是文学地景、儿童绘本，或是强调会场全部拢是用环保再生的布置，以凸显荷兰永续发展的多元价值。副市长叶铁山嘛到场见证，为展览加开序幕。1624年，荷兰来到台南，跟台南相遇了。那在他离开的这一段时间，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影响台南、影响台湾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他把罗马拼音的方式带到了这个城市，让西拉雅语有了文字。我从这边开始回溯那一段历史，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具有教育性的。透过文化部台北册展基金会以及台市政府甲规划单位荷兰建筑师事务所的合作，将台北国际册展伫台南中现，互更较侪人认识荷兰的文化，欢喜享受阅读。台北国际书展第一次把主题国馆整个移到其他县市来移展哈，这是创举了哈。那当然也谢谢台南市政府还有团队的努力啊哈。那过去呢，我们看到我们很多主题国馆，但是今年不一样的就是说，荷兰的主题国馆它是利用可回收以及可以循环的材质，再利用来做主题国馆的策展，包含今天大家坐的椅子应该也是啊。在地的政府都非常希望能够推展年轻人的阅读、小孩子的阅读。那我觉得用这个书展的延伸，再带到每一个市政府来再带到每一个地方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model。我相信就是说，在台湾各个年龄层的人走进来这里，他就会有一个不一样的体验。册展将伫3月14号到4月28号为止，欢迎民众把机会来感受台南甲荷兰的历史、现在甲未来。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一大堆的制刀工具放伫咧刑事警察局大队的门口，这是警方所查扣第3期毒品某某成品、半成品以及原料大约是200公斤。台南市刑事警察大队经过2个月的布线修正，去年10月伫东山区的山内展开行动，当场抓到2位当咧制刀嫌犯。历经2个多月搜证，得知该集团制赌之模式是以山区之公寮为掩护，制赌之周期不定。今向台湾台南地方法院申请搜索票，并会同白河分局侦办，在台南市东山区番子岭内公寮查获正在制造第3起毒品之范闲、苏贤、何贤等2人。根据台南市刑事大队督察中心分析，现阶段毒品加皮包市价每包500块，这次所掠到数量，估算会当制成4万包的毒品加皮包，总市价大约是2000万。未能顺利进入制毒工厂，也出动本局保安警察大队特殊警力进行攻坚。该集团制毒分工细腻，由许姓范闲等人先将毒品原料运送进入公寮，再由苏和、江城等成员进行制造第4级毒品，最后再由苏姓及何姓等成员完成3级毒品制造。2名在现场所掠到嫌犯，经过台南地检申请法院裁定羁押了后，专案小组持续追查，陆续阁掠到其他6名共犯到案。目前涉案8人全部拢移送地检侦办。记者张秀维采访报道。
基美病院中医部骨伤科的主任任东辉表示，椎间孔狭窄是青光眼脊椎病变之一，容易引发神经痛，好发伫个青壮年族群、工作甲生活紧张，发生的原因真多，包括外伤、基因，或者是长期徛久、坐久等。如果筋膜粘连，容易酸痛、会麻等，因此透过小扁针结合美式的针剂，会用个有效来疏解。现代人呢，他因为生活忙碌啊，交通拥挤哈，常常会有一些车祸的受伤，或者是长期使用3C 产品，然后造成这个姿势不良，导致颈部或者是腰部的一些病变。那常常时间久了就会产生筋骨的粘连。那小针刀跟这个 MCT 合并使用呢，可以松解筋骨的粘连，帮助患者解除这些手脚麻木、酸痛甚至失眠的这些症状。小针刀呢是针对筋骨粘连的部分，可以把筋骨粘连的部分松解开。那 MCT 它是一种美式的整脊，可以把我们的骨架歪斜的地方把它矫正，然后让气血可以比较顺畅。亲像这名51岁黄小姐，因为去年底车祸受伤，造成颔棍椎间孔狭窄。会酸痛，甚至手举袂悬，后来经过5-6天的小扁刀，才渐渐来疏解。出车祸，然后导致我的颈椎到手肘会痛，然后连骑车双手都没办法举起来。然后我就搜寻到了这个人医师，我就想要尝试做小针刀看看，就这样。然后第一次回家的时候，感觉是痛，没有那么痛。然后我再来三天后，我再过来一次。第二次的时候，我发现我骑机车可以骑，因为你双手可以举起来了。然后我就持续这样一直做这疗程，效果我觉得还不错，甚至手会麻，手指头，我到现在已经完全不会麻。医师表示，小扁刀甲一般针具的针无同，伊是利用扁形的刀刃，融合针甲刀的特色，伫个特定的部位进行软组织的松解甲治疗。是卫生福利部认定有效而且安全的治疗方式，属于技术性的治疗，但并不是每一位中医师拢会晓小针刀，而且目前健保嘛并无给付，属于自费的项目。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位在左营区大中路和民族路口的20号机关用地，公办都更单元1，由副市长林清荣和得标厂商进行签约，将新建住宅大楼以及办公大楼，让土地发挥利用价值。现在就有请2位签约人，请签约。是因为经过整个的这个都市计划的两级两省的都市计划委员会的变更之后，同时有2个单元，第一个单元呢非常高兴我们市政府那么经过公开、公正、公平的评审之后，商发营造我们非常在地的这个营造这家的公司呢获得了最优申请人，所以我们已经今天来正式来再一次的这个对外来宣布，那同时来签约。营建面积大概是2万多坪吧，对啊，600多户，然后还有一栋办公大楼。那响应市政府他们的这个企划，公办都更，把这栋办公大楼捐赠出来给市政府。2、1，请交往。这块用地原本为沥青厂和水肥厂，分别在民国98年和103年停止运转拆除之后，短暂作为机关办公室使用。因此，其中一栋办公大楼未来会让公务局、公园处、养护工程队和道路挖掘管理中心等单位进驻。那么他们总共预计投资53到54亿的经费在这一块基地里面的单元1，同时呢，他们会缴回来给我们。在4栋大楼里面有1栋是我们的18层楼的办公大楼，那这办公大楼是归于我们公园处、养护处以及我们的这个共同管沟的这个中心会进驻。那对于我们的市政府就可以节约我们很多的经费，不只是如此，同时在公益性还包括了0.27公顷，在整个基地的北向。它还要开辟，负责完全开辟。由于这块基地临近国1、国10以及台积电高雄厂，区位相当不错。单元2也已经公告招商，市府重新计算共付比，将提供社宅和日照中心等公益社福设施，来补足地方公益需求和企业安家之用。地块也非常的漂亮，也是0.77公顷。
那么这块呢，我们特别从去年把它调升1.18，也就是69.98的这个共付比，把它调升了。那我们也希望是在今年的4月能够获得另外一个这个厂商啊，能够来进来跟我们开发。而另外这个标准的单元2的案子呢，则是作为这个华丽转身之后，要作为公益性的设施，这个是包含的123户的社会住宅以及的日照中心等等。总归呢，这是一段左营的美丽的故事。G20单元1签约之后，是否会依照都更168政策加速都更整体作业时程，预计117年完工？记者苏焕君、赖昌邦高雄报道。高雄轻轨成员列车以顺逆行区分，但您有想过车子一圈一圈的跑累了，该在哪里休息呢？来，不好意思啊，麻烦一下哦，这辆车要进场哈，这边为终点站，麻烦一下哈，我们下车等下一班。谢谢。来，小心哦，小心哦。许多民众搭着轻轨来到离子内站，却突然被请下车，原因是这里是轻轨的端点站。至于需不需要清车，看车头就可以辨识。其实只要看车头显示离子内站，表示这辆车将在 C1 离子内站清车休息，同时列车人员也会在此进行交班。不过前阵子轻轨免费试营运，迎来大量旅客，搭到一半突然被请下车，也让部分民众母萨萨。我是觉得注意一下还 OK 啦，没问题啊。对。有遇过被清车的状况？有啊，对，因为我最常坐的就这一站了。第一次是会觉得有。那后来陆陆续续就比较习惯了。因为呢，我们的轻轨其实是一个环状的轻轨，它跟我们捷运不一样，捷运是一个十字的路网图，那会有4个就是端点站。那轻轨的部分，因为它是一整个是圆形，所以呢，我们就特别帮它安排了一个端点站，就是在 C1 离子内站。如果这班车呢，它是需要被收车的，好，那就是大家会看到这班车的车头会写往离子内站。那如果说呢，像是我们的这个轻轨，它会写顺行或者是逆行这样子的一个方向的话，就是说它是一个元气续跑车，它会一直在我们的线上进行行驶。第一次被请下车，难免困惑，不过民众也都表示可以理解。而高捷公司也说明，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不用紧张，只要直接搭上下一班车，不需要再刷一次卡。对，那如果说民众刚好呢坐到这一班会收车的车子，也不用担心。好，我们下一班的这个元气续跑车就直接来了，那大家就是可以直接上车，然后再搭到你要的目的地，这样子就可以了。轻轨成员加上春假和小鸭热潮，轻轨已经突破单日9.6万人次的历史纪录。接下来又要迎接元宵周末和清明连假，许多得适应的规则，也需要民众多多留意。记者苏汉君、李凡飞，公视报道。色泽饱满，摆盘吸睛，一道又一道美食陆续端上桌。连锁餐厅进驻商场，在过年前集结7大连锁餐饮品牌进驻，让基隆港边变得亮丽许多。基隆是我们的重要国门之一，那当然除了很多观光客之外，其实距离台北市交通也非常方便，所以其实我们的观光一直都是需要靠很多的一个商场跟这个我们的美食的这个品牌来带动。我们经过台味化之后的川菜带到基隆来吸引我们的在地的居民之外，也可以希望带动我们国际的游客搭了邮轮来就可以下船来吃我们最经典、最台湾的一个川菜。看准绝佳的地理位置，业者插旗基隆，旁边就是邮轮的停靠位置，也让外国游客能够就近品尝美食，替基隆打造城市好口碑。等一下肉片的部分烤熟后，会比较建议可以跟我们的辣酱、还有蒜头、还有葱泡菜一起做搭配。除了多家连锁店插旗基隆，基隆知名的连锁火锅业者也推出了全新品牌，主打个人韩式烧肉。然后芝麻叶它的口感叶子比较嫩，然后这样搭配它的和牛的油脂的话，就觉得蛮好吃的。芝麻叶包肉，然后加上它的那个特调的韩式酱，我觉得味道很刚好，就是它和牛很嫩，然后加那个酱有点酸酸甜甜的感觉。我们选择在过年前呢，连续呢开了2个品牌，分别是我们的酸菜鱼品牌，还有我们韩国烤肉品牌。那特别也是看好了，就是我们这个地区的消费能力，所以呢非常的看好这边的一个消费习性，所以选择在这边做开店。面对连锁餐饮集团来势汹汹，基隆知名的庙口业者反倒不担心，认为民众有更多选择，对于观光产业发展都是有帮助。影响不大，因为我们庙口打的就是传统小吃，然后我个人喜欢的就是来庙口尝尝，因为
顾客群不一样，应该是不会有冲突到的。对，消费层次也不一样，对呀。都要啊。都跟朋友聚餐还是要去餐厅啊？我觉得这样很好啊，对啊，可以带动整个生活机能，对，而且小吃部分其实蛮在地的，所以其实我两边都很喜欢。我发现到在基隆有蛮多的一个美食的一个商圈跟聚落的营造，那事实上我们还蛮看好这样子一个趋势。事实上呢，过去我们传统印象都是基隆就是有比较多的小吃，那事实上呢，在整个基隆这边我们还蛮看好，就是未来希望透过这样子一个商圈的一个打造，然后去刺激整个基隆这边的一个消费的一个市场，所以其实还蛮看好的，不会有一个竞争的问题。越来越多餐饮集团进驻基隆，围绕着基隆港周边，除了带动港区周边商圈经济，让更多邮轮旅客看到基隆美食观光的魅力。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第16届南山杯青少年围棋公开赛比赛正式开始。第16届南山杯青少年围棋公开赛28号上午在南山中学体育馆大阅览室同步进行。尽管碰上228假期，仍吸引1718位高中职以下学生报名参加，还有台中的围棋棋院包游览车北上参赛。南山中学校长蔡明成表示，围棋能培养学童定跟静的能力，期盼未来培育更多选手为国争光。今年的南山杯呢是第16届的一个比赛，那历年来呢参赛人数都相当的多，那今年呢有1700多位的小朋友来参与这一项的赛事。那我想透过围棋的比赛，一方面能够培养孩子定跟静的能力，那更重要的是希望能够透过围棋的比赛，让孩子的体能还有智力的发展都能够得到很好的发挥。那也是多元学习很重要的一环。尤其台湾今年在亚运的部分，我们得到金牌。那我想这项运动非常值得推广，所以也非常谢谢有很多围棋界的朋友共同来协助推广这项的活动。那我们也欢迎所有的选手能够利用这次的赛事啊，能够互相的竞技，那互相的交流，提升自己的棋艺，将来有机会代表国家出去得到更高的荣誉。谢谢。南山杯围棋赛采分组竞赛，共分为幼幼组、入门组、极位组到实力最强的段位组，共有36个不同组别。围棋被认为是最复杂、最具挑战性的棋类运动。南山围棋队校友，同时也是杭州亚运围棋的金牌教练林杰汉，鼓励小棋士多多参加比赛，有助提高抗压性。我们平常在下棋，在棋院下棋的时候的强度啊，远不如这种比赛型、竞技型的这个，对于孩子的心理素质以及这个抗压性能力啊，能够有非常好的帮助。比赛当天有许多选手都是全家出动，校园到处可见陪赛家长。面对计时器的倒数压力，棋子成了指尖舒压的小道具。这画面可没有快转，获胜的小骑士也大方分享制胜秘诀，也期许下次继续拿下好成绩。我很开心可以拿到冠军，然后我平常的练习方式是摆棋谱跟做题目，然后我希望我可以下次可以拿到更好的成绩。非常开心。那平常是怎么练习的呢？就在家里练下网棋，或者是在那个围棋课上练。了解。那下次还在参加这样的比赛吗？想啊。南山杯围棋赛直到晚间6点结束，6、7段 A 组冠军是来自新北市桃子角中小学的朱同学夺得 ，B 组冠军则是就读大安国中的张同学。南山中学最后感谢赞助活动经费的建设公司，同时约好明年再见。记者林之清新北采访报道。